劳苦重担，当听见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世界公义主，加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烦劳苦重担，烦劳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世界公义主，加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注目看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加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又到了一起来主日的时间。主啊，我们可能在这一个礼拜，我们心中有很多劳苦重担，可能有很多的愁烦与忧愁。主啊，在这个时间里面，主啊，我们把这些劳苦重担，主啊，我们都摆放在你的脚前，求你重新提醒我们，主，我们注目看着你，注目聆听你的声音，主，我们可以跟着你同步。主啊，求你保守今天的主日整的过程，也求你保守所有在场的人，还有在线上的人。主啊，我们都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主啊，我们能够重新注目看着你，然后重新领受你的话语，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谢谢你。小孩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会众请坐。那今天要读的福音是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37节。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念这一段读经。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下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今日讲到的主题是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由徐雅婷牧师，由徐牧师讲到。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没关系哦。很开心哦，就再一次跟我们一起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也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他的话语被建造、被得力。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上帝，我们再次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的心能明白你的话语，也好叫我们有智慧，能够预备我们在今世的日子。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求你带领你仆人的分享和讲道，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法利赛人来问说：“上帝的国你几时来到？”讲到上帝国，其实对现在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不是很清楚，其实上帝国在哪里？至少在古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常常司老牧师也常常会提醒大家上帝国在哪里？好，如果也不太确定要怎么回答，我们说至少今天经文有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嘛，在心里呀。好，是在古亭教会吗？上帝国在古亭教会吗？上帝国在外面吗？上帝国在我们的心里？或是各种，你看，光是我们讲这样一句，上帝我在哪？其实浮在我们脑中的图像跟感觉就不太一样但我们回到圣经在教会当中，牧师也常常都会提醒我们，帮我们复习说，上帝国所指的是什么意思跟概念？上帝国就是上帝的主权临在的地方嘛。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他是翻译成上帝的主权就在你们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哪里愿意被上帝掌管，哪里就是上帝的国，好像很简单所以如果教会愿意让上帝掌管，那这里就是什么？就上帝国啊。那在教会聚集敬拜的人，让上帝的主权临到我们身上。”然后我们的生命所触及到的人事物，那里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国嘛，对不对？在概念上好像就是这么样的清晰可是上帝国的概念，上帝国这个概念其实在希伯来的犹太人身上，你们知道吗？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知识。这个是很普遍的知识，就像你看走在马路上，你看到红灯，你会不会知道要干嘛？停下来，
不会大家心里都在想看没有车要闯吧？就是它是一个很普遍的知识在那个时候。但是为什么这个普遍的知识，好像耶稣常常在跟当时候这个普遍的 common sense 在唱反调？耶稣他在讲的，他在传讲的那个上帝国，跟犹太人，甚至可以在这里说是那个法利赛人，他们在说的上帝国哪里不一样？哪里不一样？我们总觉得在读经文的脉络里，弟兄姐妹，你应该跟我一样吧？应该都会觉得，耶稣在讲上帝国，感觉跟法利赛人或者是犹太人理解的好像不太一样吧？虽然我们不一定可以很有逻辑的讲出什么，但是我们读圣经会感觉出来不一样。从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对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种一国各表的感觉吧？这个用词在台湾很能够贴近我们一个上帝国各自表述的现象，就在耶稣的时代在发生所以要讲今天后面的那么多的经文我们其实不得不先停留在上帝国，再多理解一下到底耶稣的时代有多少个各自表述的上帝国？不然为什么大家一直在核对？耶稣一直好像透过宣讲，然后一直在跟人家核对上帝国是什么？其实跟大致上这个跟他们派别的理念有一点关系我们稍微拉回到2000多年前的处境稍微再停留理解一下那个差异，以及这样子我们在后面要做反思的时候会比较能够对照的出来那个差异耶稣生活的环境那个时候犹太人当时是由罗马政府在统治，我相信蛮多人都理解所以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由罗马政府来制定的，包含纳税的责任。纳税就是缴税嘛，我们台湾每年到5月份的时候要缴税所以耶稣在这个金钱跟那个缴税的态度跟对象上，常常会跟犹太人有一些辩论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现实生活是长这样子，那犹太人又因为宗教的缘故，所以他们有去跟罗马政府争取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宗教人士我们的圣殿可以跟我们的百姓在要他们纳什么圣殿税，对吧？所以犹太人要纳2种税，一个是给罗马政府的，一个是给耶路撒冷圣殿的所以在耶稣的那一个时代里面的犹太人里面，大约有20个派别分别由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身份所组成的。所以我刚刚有讲由不同的身份所组成的这种不同的犹太民族的这种思想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差别也会带来他们对现世生活以及对信仰的态度的不同那在耶稣的时代，我想我们大家都会不陌生。那我们但还是稍微再复习一下，大概最主要的、最主流的就四大门派4大派这样子。那第一派当然就是叫做法利赛人派就是法利赛人这一个群体那他们是由文士跟律法师组成的群体，他们的信念就是我要遵守成文的律法和口传的律法这个是他们的精神这是犹太群体里面的比较支持法利赛派的那其中第二个派别就是撒都该人，这个也是我们不陌生的一个群体，他们主要是由祭司、贵族还有富商就是有钱人所组成的。你看再听一次他们的身份祭司、贵族和有钱人组成。那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他们就比较愿意去跟罗马政府协商因为要妥协要确认一下你现在管理我们的生活那你要管理我哪边可以做生意哪边可以做买卖，我要缴多少钱你保障我多少自由什么。但是这些人也有从他们的身份里面去
发展出来对信仰的解释。那第三个就是其中有奋锐党，那其中有一个是耶稣的门徒奋锐党，他们是由比较低下层的犹太人民所组成。那他们觉得我要维护法律，所以我用的手段是什么？我要用武力来维护我的宗教信仰，大家称他们为狂热分子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隐士的一个群体叫爱瑟尼派，他们几乎就是离开到旷野里面，在那边修身养性，然后并且倡导说，我们不可以让自己的欲望啊太顺性而发，所以要过很简朴的生活，并在那边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子，凡物公用，然后并且遵循摩西律法，然后在那边怎么样等待弥赛亚的到临。这是我刚刚有说，在耶稣的时代大概有20多个不同的派别，但是比较主要的掌握到诠释权，或者是说比较突出的，大概就是由这4大派，甚至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常常阅读得到。那因为今天是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上帝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对吧？好，那我们就来理解一下法利赛人他们的国度观念。但我们还是再多讲一点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的原文的字根是分开、分别为圣的概念，就是那个精神。那他们是一群愿意照摩西律法生活的敬虔者。哇，很敬虔！我觉得就是别人看到法利赛人怎么样，就是一看就知道啊，法利赛人啊，不止吃饭祷告，走到哪里都祷告，为了不要让自己犯了那个情欲的罪，突然间有个妇女走过来，眼睛闭起来走路，然后就撞得头破血流。所以在历史学者在讲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他们把法利赛人分为7种法利赛人，其中一种叫做头破血流法利赛人，因为为了不想要让自己到处犯罪，所以就不要让自己睁开眼睛。然后最后一种是一种很敬虔的法利赛人。好，那对犹太人来说，这从他们看自己是分别出来，不管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或者是说他们遵循摩西律法这样的一个努力，他们就是要凸显我们就是上帝的百姓跟子民。可是这样的一群人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从更早的旧约的律法或者是历史书，我们其实是看不太到什么法利赛人的根源嘛。大概法利赛人这个词大概是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被看见。那所以从历史学家约瑟夫他在撰写他们犹太人的历史，他们说法利赛人来源大概可以有2个来源。第一个可以追溯到以斯拉，旧约以斯拉时代。这一个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以斯拉，他那时候教导以色列人要远离一切的外邦人，然后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通婚，然后要过分别为圣的日子，不沾染世俗。从以斯拉记，他们的整个宗教制度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然后一直到那个施洗约翰出来，有一说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延伸出来的，他们遵循以斯拉那个时候的教导。那第二种说法是说来自于哈西点人，哈西点人就是敬虔人的意思。那大概是在西元前176年到164年，那个时候犹太人的统治者有一个叫安提阿古伊皮法尼的，其实他是那个时候在统治犹大地区，就是有管理犹大人的那个管理者。那因为他很推行希腊化，所以包括在文化上、在宗教还有在皇帝崇拜等等这些，他就逼迫犹太人，你们不可以怎么样？你们不可以敬拜上帝。所以在西元前164年的时候，发生了马加比运动。好，我想这个马加比运动虽然没有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看到，但是从犹太的历史学家，我们会常常听到马加比运动这件事情。所以
这个马加比的家族他们发生了政治上的叛变吼。那因为哈辛点人吼，我刚刚有说他们是一群很敬虔的人吼，但因为他们很忠于律法，然后他们也觉得对这个希腊化吼不应该，因为希腊化会让我们怎么样失去了我们的宗教的样子，我们会渐渐的忘记我们是敬拜上帝。所以他们呢这一群哈希点人在马加比运动的时候呢，他们就加入了这一场政治的运动吼。所以但是这一场运动在历史上其实它成功了，虽然它维持的时间不长，但是它成功了。但哈希点人这一群敬虔人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政治的抗争胜利之后，他们就又抽离了关怀政治这件事，他们就抽离回去过敬虔的生活。好，有一说法利赛人就是第二个来源就是从这样子哈希点人这样延续下来。那他们不再热衷于政治活动之后，他们就在那边殷殷期盼什么弥赛亚的来临，所以他们就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期盼弥赛亚来临。而这个就是他们对上帝国的理解，也是他们盼望的方式。我再讲一次哦，假设前面历史学家说法利赛人的根源是这样，所以呢，他们政治叛变成功完之后，他们回归到一个敬虔的生活样态之后，他们就不再热衷于政治活动，然后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这样的方式是他们盼望上帝国的方式，也是他们的理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他们盼望的方式？因为我刚刚有介绍另外3个主流，因为跟他们同期同时代的这个其他的主流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撒杜该人，他们盼望上帝国的方式就跟法利赛人很不一样，他们的做法是什么？我刚刚有介绍过撒杜该人是由什么样身份的组成？就祭司啊、贵族啊，然后跟有钱人嘛。那他们日常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跟罗马政府怎么样协商因为我要做生意嘛，你总是要让我得到一些好处所以你看他们盼望上帝国的方式就跟法利赛人是什么不一样的，懂哈？那我再讲深一点，他们的做法，他们盼望的方式是什么？透过政治上的合作不过因为往往他们也会得到很多政治利益，所以他们信仰的呈现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点似是而非，好像上帝国是这样但又好像不是，好像只有你们是，然后其他人就不是你们这一挂的好像就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是利益啊。所以你看每一个不同的主流盼望上帝国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另外一组人叫分瑞党，我刚刚有介绍他们是怎么样带着什么小刀常常就是去暗杀罗马政府的一些官员或者是罗马人这样子。他们是一群想要用什么武力怎么样帮忙上帝的人，所以他们盼望上帝国的方式是怎么样？我用什么？我来帮上帝你一把嘛。好，我这样子做上帝国你就可以怎么样赶快临到那另外刚刚就去到旷野的爱色尼派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隔绝于世，然后在那边怎么样等候上帝国。所以我为什么要介绍在耶稣时代其实不是所有人盼望上帝国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是不同的，这是跟他们背后的价值观跟他们的身份以及跟他们怎么生活有一点关系。那这个在当时候主要的这4大派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等候上帝国。可是我刚刚这样介绍完下来之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是4种，如果以他们4种不同的群体来讲，我们就听起来觉得好像是这是4种不同等候上帝国的方式嘛。至少在这个犹太人的群体，我们至少分别出来这4种不同的做法。
但其实归纳起来只有一个，因为他们的做法都是期盼上帝国就像大卫王朝那样临到，一个是一个有政治实力的统治者，只是他们4种不同的群体盼望的方法不同而已，但其实总归起来是一样的，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在理解上帝国。好，所以我们把他们统整为一个概念的话，我们来看法利赛人问上帝国。法利赛人今天在这边一开始就问耶稣说：“上帝国是什么时候？什么时阵 ？When？ 什么时候来？”结果耶稣答非所问。耶稣回答说：“上帝国不是把机会当看见，没有。上帝国不是你用眼睛可以看到。”如果我们顺着这样的回答来理解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可能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回答。就我在问东，你会有回答西，那你有没有真心想要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嘛因为对人来讲，耶稣的这个回答，如果我们把问题停留在这耶稣的回答，其实对人来讲有讲跟没讲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紧接着接连着下一句话一起看耶稣说：“人不能说在这里，我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其实耶稣不只是在回答上帝国是怎么到达，是怎么来临的，而是他后面更要顺着法利赛人问题的脉络，要讲出上帝国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前半段的经文，耶稣指出说：“犹太人，你们以为上帝的国是用人盼望的方式会临到，而你们不同的群体就以法利赛人为代表，你们不同的群体其实都是同样的做法而已，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嘛。”但耶稣在这边讲说，不是的。现在他要提出另外一种上帝国临在的方式是，其实上帝国的临在不是你人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盼望，用自己的感动就会临在的。上帝国的方式是上帝自己想要跟人在一起的心情，所以他必然会临到。耶稣在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由人来决定，而是照上帝的说法来呈现的，是因为上帝自己想要跟人在一起，所以上帝国必然会临到。而这是当你人也想要与上帝同在的时候，你也愿意让上帝的主权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上帝国如今就在。在神学上，我们称上帝国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它已然发生了，但是它还未完全实现。在上帝的国里面，是一种与上帝和好的状态。而这个和好，首先并不是受外在环境来决定的。所以耶稣用2句话来回应这个时代。他说：“这个时代的人，你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盼望上帝国的人，你们就会期待用眼睛看到它实现的样子。你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盼望上帝国临在的，你们就会期待我用眼睛就可以知道。”但耶稣说他要告诉犹太人告诉法利赛人说，上帝国临在的方式是你人真的想要跟上帝在一起，你人真的想要跟上帝建立关系，那就是了。他改变了人的建构，他改变了人的理解，他改变了人的明白，是一种上帝说是这样的。但耶稣其实在后面要回答的其实是更严肃的问题，这个我们要打开耳朵听了。顺着法利赛人的问题想下去，其实是反映出人想照自己的方式，虽然是带着盼望的眼光去看见上帝国的实现，但是耶稣要提醒，用这种方式所看见的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绝对是一连串的歪楼，绝对是一连串的歪楼。所以耶稣接着后面，他把滑坡理论讲完了。你知道滑坡理论吗？就是比如这里有个山坡，对不对？然后我在 A 还没到那个悬崖，然后再往前一点点，也还没掉下去，然后再往前一点，还没掉下去10块，结果真的再多一步，结果它就掉下去。好，这是滑坡理论的概念。所以耶稣顺着法利赛人的问题，他把后面的滑坡理论会怎么歪楼，他把它解释出来。他就说，他转身他就对门徒说，那些日子将到，其实人会渴望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那个日子就是特别讲，就是那个审判的日子，大家都在问末日什么时候来，末日什么时候来。可是你们却看不见，因为这是歪楼的起头。外在世界的改变，甚至天灾人祸的降临，其实一定会越来越直接威胁到人，或者是威胁到信徒的生存的时候，人就会激发一种想要被救赎、被拯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神明，人就一定会渴望救赎，就会说快来救我啊，因为我被威胁到了嘛。他说人会渴望那些日子，在圣经里面特别都是讲审判的，或者是大灾难型的。所以耶稣说，当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在那，看哪在那，你们带着这样的理解去看上帝国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影响。你们就很容易被影响，因为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肉眼可见的国度。我再说一次，当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盼望上帝国的时候，势必我们会渴望用肉眼就看到。当我们渴望用肉眼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影响，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看到上帝国实现在哪里。所以耶稣说，当这种时候发生，他再继续讲，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因为耶稣说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啊，你不用问，大家都会知道。因为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就好像闪电从天这边闪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要这样。所以你们根本就不用追，你们的重点不是在于问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认识上帝的、不认识上帝的都会看见耶稣来了，都会看见。所以大家不要轻易跟风啊，你不要那么轻易跟风啊！人叫你跟你怎么讲，你就偏去了。因为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你要看见可见的上帝国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后面一连串的歪楼的。耶稣在这里先说了，大家用肉眼盼望上帝国的临到是画错重点，因为上帝国已经在人真正渴望上帝本身的时候，他就临到了。因为上帝国已经在人真正渴望的时候，他就临到了。但在上帝国完全在这个世上掌权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之前，耶稣在说，人子必须先受许多苦，而且被这个世代弃绝。耶稣在这边要强调的是说，上帝完全掌权的时代，门徒们，虽然现在呢你看不到，可是也不远啦，也不远了。其实耶稣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在对当时候的门徒他们来讲，其实应该很难明白，因为有一个老师一直在跟你讲未来的事，你也不能说他错嘛，因为毕竟怎么样，你也还没看到未来呀，所以你也真的没办法说对或者是错。所以耶稣在这边提醒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还好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救主，他要把后面的话有讲完一点。耶稣在这边要提醒的重点是说，盼望上帝的国其实不应该让人忘记自己仍然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虽然盼望上帝国的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也不应该无所作为，无所预备。再讲一次耶稣在这边画的重点是说，盼望上帝国的人不应该忘记自己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盼望上帝国的人，你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你也不因此无所作为，无所预备。这个就是耶稣后面在讲的一个提醒。从26节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是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的，又耕种的，又建造的。这两个平行的对比建构，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时代的罗德跟挪亚。挪亚经历了人类第一次的大毁灭，罗德经历了索多玛跟蛾摩拉的毁灭。他们两个状态都是在毁灭的时代，在上帝审判的那日子的时候，人都是怎么样？照常过生活。但耶稣在这边要讲的是，对，你相信上帝的人，你要照常过生活，可是你不是无所作为，无所预备。虽然在上帝的日子来到之前，我们用肉眼看彼此，跟看教会外面的，跟看礼拜天其他人选择用不同的方式生活的人，看不出太大的差别。礼拜一还是要带着 Blue Monday， 不知道大家工作会不会带着？好啦，就是礼拜一还是要照常起床去上班的那种心情。可是耶稣在这边要提醒的是，不是无所作为，虽然看起来好像一样。他说人子显现的时候正是这样，那个时候是突然间发生的，而那个时候的大家跟你我们在干嘛？我们在照常过日子，我们在照常过日子。在上帝国里面的人不是无所作为，不是无所预备，但是要问的是，我们在预备什么？我们的作为是什么？耶稣在后面提醒说，你所留意追寻的今生价值，是否在永恒的世代来到的时候一样存留着呢？你是否在为此努力呢？如果你只是顾着今生短暂的需要，不是不重要，而是不要只是为这件事而努力而已，这样很可惜，这样很可惜。只顾着今生短暂的需要，不是不重要，只是不要只是为这个样子而努力，这样很可惜。因为耶稣接下来要说，我告诉你们，在那一夜，那一夜就想到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就好像很紧急的，是很突然的，好像很难预备的，就是很短的时间。在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两个女人一起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我国小的时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因为我国小嘛，毕竟就没念什么神学书，然后也没很认真在听牧师讲道，虽然牧师是我爸这样，对，但是可能听也听不太懂，那时候智慧不到。然后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嘿嘿嘿，我那个礼拜一去上学的时候，我在想，主耶稣啊，我是不是那个被取去的人，还是我是被撇下的人？那我旁边那个同学他是被取去的吗？还是被撇下的呢？但就是国小时候的幼稚，那个时候还灵性还不成熟，读到经文当然就是断章取义啊，白纸黑字，有没有？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想是谁谁留着，谁被上帝接走。不过在这边，耶稣不是在讲说谁被取去，谁被留下，他不是要说取去谁留下谁，而是要说取去谁留下谁。人都不知道，取去谁留下谁，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上帝国在耶稣那个时候传讲的时候，他一直提醒上帝国你是要努力进去的啊，就是因为义人跟恶人都在过平常的日子，在过一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从外在看不出比较。可是在审判的日子，上帝会将两者区别出来。但就是也是因为不知道是谁啊，
因为所做的事、所过的生活没有太大的不同。但耶稣要讲有不同，这个不同上帝会分辨出来，但这个不同也在提醒着还可以把握尽心努力回应神恩典的我们，那是心态的不同，在内心里面的，神会知道，神会知道。有一天前几天有一个会友在跟我分享他工作上的事情，他蛮挫折的，因为他觉得他在工作上的沟通跟他的同事们跟他们的同才们有很多不同的看见，或者是说理解。我举一个可以举的例子，就是说，他是说，当他在面对环境、社会的变迁、民情的思变的时候，或者是说一些台湾社会的改变的时候，他说，周围的同事他们都渐渐放弃了努力、积极跟维护的态度，这些价值。但是因为我听完他讲完，我就说，其实你正在实践上帝国。他说他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说，如果我们只是讲努力、积极跟维护，其实太抽象了，你都不知道是努力谁的份，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但我说，因为我听完他的分享，我说，因为当你的努力是为了关系而沟通，在努力沟通的时候，当你的积极其实是为了让事情不要更糟糕，不要让更多人因为事情决定不好而受到损害。当你尽力维护你跟同事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因为你不想要变成是明明就是一起成长进步的，但是却变成恶性竞争的时候，我说，当你的心怀意念是这样的时候，你就是在实践上帝国了。你就是了。虽然别人也说我嘛就努力耶，我嘛就积极耶，我嘛是在维护，我维护我自己的利益有什么不对？我也是有家要养，我努力把我的每个月的薪水赚到，有什么不对？其实听起来动词都一样，但价值不同。我来讲一次好像没有把一些心思意念交给上帝，好像一直在忙忙碌碌在努力做的事情。对，所以我们要有团契啊，我们就互相回馈，互相提醒。因为他听完我给他的鼓励跟提醒的时候，他说他好像稍微有一点点明白我在说什么。对，我说没关系，因为我自己在职场上的经验的时候，我一开始出社会的时候，在职场上的经验也有这样类似的过程。一开始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奇怪，然后好像一直有一个中心价值在里面，好像在努力些什么，可是没有经过时间，你没有经过一些决定，你没有经过一些历练，你好像不太确定你在努力些什么。它是需要一段时间。那我只是想要鼓励跟提醒他，你不是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做跟想跟行动的时候，不要太快放弃。我只是想要鼓励他不要太快放弃，但是因为我并不是他的工作的环境，我不在他工作的环境，但我只是想要鼓励他，如果这是在神的价值里面的提醒的话，你千万不要太快放弃，也要有信心的去相信神会带领。好，那我刚刚有讲了，要实践上帝国，其实非常需要盼望和对神的信心，因为说真的，连门徒可能都不知道，那他们接下来的作为是不是在上帝国的价值里？就像刚刚金宇给了一些提醒，或许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一直保持在团契的关系里，跟神的团契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团契关系里，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回馈，互相的核对。那所以我说，当我们不知道而努力的，我们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但是我们却仍然因着相信和对神的信心，在实践它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互相扶持的。因为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还相信爱，不然你不会有这样的动力跟选择。
这个爱是我相信是从神而来的，也是从弟兄姐妹不同的信仰生活实践出来，可以给我们带给彼此一些盼望。或许现在他是自己一个人孤独在做，但我后面给他的鼓励跟提醒是这样，我说你或许现在是只有自己觉得自己孤独在做，可是当开始有一两个也认同跟看见你所燃起的希望的时候，这个盼望的国度就会怎么样？这个影响力它就会越来越大。它可能不是你看到什么全面革新什么，但是你会看见它慢慢在影响人，在祝福人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跟回馈。而上帝国也是这样的，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国不会因为没有人相信而消失，但会因为人不相信，那这个人自己就不在那个里面。我这样讲有明白吗？就是说，这个也是我回馈给这位会友的一个鼓励，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跟鼓励。因为做牧师的人其实也会很需要相信上帝国，好不好？真的，真的，上帝的主权不会因为没有人相信而消失，但会因为人不相信，而是自己就不在那里面。结果门徒就问他说：“主啊，这在哪里？”你看前面法利赛人问什么时候，结果耶稣说不是问什么时候。结果门徒听完耶稣讲完乐乐等的时候说：“好，那在哪里？”整个歪去另外一个楼，他反而问地点在哪，这样。结果耶稣就用了一个他们那个时候的俗语，就说尸首在哪里，鹰也会居在那里。耶稣提醒门徒说，不是一直问在哪里，但却是要警醒生活。耶稣在纠正门徒的思想，你说你们的思想要转型，你们的生命才会转变，人才会改变所在意的重点。思想要转型，生命要改变，人就会调整跟改变你原本所在意的重点，不是一直问时间地点，而忽略了在生活上要回应福音，回应神恩的救赎。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一个重点，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被忙碌的生活抓走我们的重心了，而忘记要忠心等候耶稣再来。因为我自己也在职场上招总一段时间，就是真的公司一忙碌起来，主管一叫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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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然后你就每天都活在那个循环里面说，事情有完没完啊，有完没完啊，有完没完，然后就累了，然后突然还好有上帝为我们的生命预备安息，然后主日就终于可以喘息，真的是会被调整一下那个重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不要忘记耶稣会再来。那耶稣会再来，不是只是再来，不是只是很奇花的再来，他的再来有很深刻的提醒，让我们可以珍惜的，也不放弃努力在这世上的每一天。他已经说了他会再来的，他的再来是信徒们所盼望的。但耶稣希望我们都是那一群听了上帝的话语并忠心等候他的人，且是和他一起在永恒的国度里，从现在就是。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的国度不是遥不可及的，你的国度不是我们一直寻寻觅觅的，你的国度就在我们渴望与你同在的时候就发生了。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活得有平安、有信心、有喜乐，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回应，能够活出回应你的恩典。纵然有时候蛮孤单的，但主，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和你在一起，我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谢谢你恩待你的百姓，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爱是不保留》。
想听说世界还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成熟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个贪婪的丫头，而我却相信爱是很久。碰到了你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经过过后仍常常不朽。虽然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持久的爱情渐日子传的手，看似在流放的流，此时不自的爱到万事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尽心赞美所求，永远的主称赞。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持久的爱情献于子孙的手，看似在流放是不死的爱到万事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尽心赞美所求，永远的主称赞耶稣。我已决定，我已决定尽心赞美所求，永远的主称赞你足够。会众请坐。现在是奉献的时间，若还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朋友，只需观礼，无需奉献。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切全献上》。我的所有献上，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来告你，别我在你面前，一起全献上。一起全献上，全与我一起全献上。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又可以到你的面前注目看你，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记得，在即使是平常最日常的生活当中，主当主啊，我们打开心的时候，主啊，上帝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也保守我们在
当我们记起主啊，我们是你的子女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生命试着在好像每个很平常的一天当中能够有所实践。主啊，谢谢你刚刚徐雅婷牧师的讲到，也求你每天能够在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同时在这个 already benayed 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主啊，让你的国可以在我们心里，但我们也在每一个生活当中，主啊，我们能够可以成为别人的恩典以及祝福。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使用我们的奉献，也求你保守主啊，我们的每天的生活也可以是奉献给你的。谢谢你，小孩这样祷告，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好，会众请坐。现在是新朋友时间，今天有新朋友吗？没有 ，OK， 好的，那消息与报告，今天有什么执事或是牧师们有什么要报告的事情吗？好，这边有一个古亭教会短片就是 MV 的制作，因为我们影音同工会很用心，然后想要帮整个古亭大家庭无论我想就是台语堂、华语堂，我们就是一起可以录制我们差不多10秒钟的影片。那你可以是尽量是动态的啦，就是你可以是自己或者跟家人互动，或者跟朋友互动，或者是什么时间的都可以那就邀请大家，也欢迎大家就分享这样的影片。那我们就会把它汇集起来，然后做一支古亭教会大家一起的纪念跟那个。对，就是一个纪念，所以鼓励大家，好不好？还是要牧师鼓励大家一下，要邀请大家啦我们就尽量回应这一个邀请，这样好。然后目前是这样，所以是我对不对？好，有没有其他要报告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唱3一颂。好，请起立。普天之下，万有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称。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在这世上，我们或许都带着不一样的理解来认识这位神，但上帝用他一样的爱对我们来说话，我们都要放心，因为神是爱我们的，他愿意我们就一同在他的国度里面，从现在就是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们。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唱简单的诗歌，赐福于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我们可以一起起立但我们就用挥手就好。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
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上帝祝福大家，也跟线上的伙伴们说个打个招呼。好，谢谢。